疾管署预估，过年前疫情会是高峰，新冠病毒一日可能会有15000个人确诊，流感一礼拜会有15万人患着。疾管署嘛鼓励病院诊所过年继续提供服务。今仔台北市卫生局就公布，伫过年期间有防疫门诊的病院佮诊所。这礼拜特别过年，8月天气嘛开始在反热，民众就要注意，唔通去感着。进前疾管署预估过年前流感和新冠疫情会达到高峰，就惊民众过年时啊拢走对急诊去看医生。台北市有40间病院和79间诊所，伫咧2月初8至14期间有开防疫门诊，服务有需要的民众。在人多拥挤的地方，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的这些民众呢，还是要评估自我的这个免疫力。那我们建议还没有打疫苗的民众，还是要戴口罩，勤洗手。那目前在春节期间，各医疗院所还是有分梯次有提供预约接种的一个服务。今年过年休7天，除了提醒民众爱防疫，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年假期间多数病院一般门诊拢休困，建议爱提慢性处防单的民众，要赶紧趁过年前去看医生摕药啊。有一些像是慢性病处方签这个的话，我们也看到健保署的讯息，就是现在就开始就可以提早去拿药了哈。所以趁着这个年前的话呢，需要看回诊的话，就赶快去哈。那春节期间的话，几乎都是不看诊。另外，就惊民众有紧急的医疗需求，台北市22间病院的急诊，年假期间24点钟拢无休困。前后台北市卫生局的网站冒设台北市春节医疗专区，提供民众就医和疫苗的资讯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